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在今仔节目当中呢，咱要来介绍的是咱台南市动物防疫保护处哈，要甲咱讲的主题是流浪动物。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这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台南是一个对动物有爱的城市，虐待动物不仅在道德上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在法律上更有严厉的处罚。根据《动保法》第25条的这个规定，如果虐待动物导致它肢体上受损或者是功能上丧失，会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科2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金。我在这边呼吁我们的民众，爱它就要养它，养它就不要放弃它。那如果看到了这个虐待动物的行为，请拨打专线06-295-5945，让这些没有爱心的人受到应该有的处罚。及时通报，及时救援，爱护动物，你我做起。毛小孩是我们的城市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它是既贴心又可爱的毛宝贝，也是最难以捉摸又充满魅力的汪星人、喵星人。在台南，他们化身为动物保护宣传大使，豆哥和 Kelly， 你给他一个家，他给你他的一辈子。让我们共同营造友善毛孩新城市。台南市政府为了要来解决掉流浪动物的问题，吼，用这侪积极的做法呢，要来解决。那么，伫2015年的时阵呢，台南市是全国第1个实施流浪狗、流浪猫零安乐死的城市，所以咱台南市会当讲是吼咱友善城市的第1名。身为台南市的市民，你是不是感觉像我小想，感觉讲足骄傲的吼？那么，咱讲到这友善城市，讲到这零安乐死哈，那么咱个回到现实面的时阵，你就会想讲，既然零安乐死，那么咱市政府是不是有相关的配套措施？无这流浪动物要安怎？所以呢，咱今仔日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动物防疫保护处的处长吴明斌处长来跟做伙关心这个议题。处长你好。主持人以及咱各位乡亲，大家好。是，那么咱知影啦吼，这流浪动物吼，就是影响到咱比如讲环境卫生啦，或者是讲传播疾病啦，搁咱有当时伫电视的媒体看到，哇，这流浪，尤其是流浪狗，咬人的迄个画面吼，真正是触目惊心哦。所以，互咱感觉讲，很这个惊悚啦吼。那么，伊所造成的问题，互咱感觉讲真困扰吼。咱知影。我近前好像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数据这是农委会伫2017年的时候做的这个数据，伊讲咱台湾好像现在统计起来有14.6万的这个流浪动物啦哇，这个数字还蛮多的呢咱台南即摆目前的情形是安怎？是不是请处长甲咱的乡亲做一个说明？是。其实咱台南市一直是一个友善动物的城市啦。那就像他的主持人所讲的，咱伫104年就来率先全国来实施这个零安乐死。那当然要安尼达到零安乐死，其实有真侪的配套措施啊，包括从源头的管控，跟末端的这一些收容跟认领养，其实每个环节都必须要到位。不过这个零扑杀或者零安乐死呢，那相对的
也会有一些大概比较负面的一些状况来发生。大概第一个想来讲，你无甲安乐死，你无甲扑杀，这流浪狗要安怎？要安怎？那当然相对的，要来解决这流浪狗的问题，也是一样，是要从整个源头管理到中间的这个照护跟末端的认领养来做。那当然会有一些其他的配套措施。他都朱启仁说供点，其实外面的流浪狗的数量，但台南市目前是大概是有22000多只了对，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数字，其实是一整个我们一直大概有在做所谓的 TMVR，TMVR 就是捕捉，然后结扎、打预防针跟原地的一个回治，其实这个也是因应零安乐死的一个做法，因为你进咱狗啊，咱抓起来以后，咱无法度甲抬嘛，你松锁这个关闭的情形之下，咱就要甲这个较无问题、较乖的家，去做原地回治，让它再回到原地方来生活，那所以农委会这样子整个统计起来，那我们历年回治回去的这些狗狗是蛮多的，这些狗狗在地方上都有爱心人士在做一个喂养，所以有在饲，各有在照顾，所以也都大概能够活得比一般流浪狗还久，所以为调查起来讲，咱台南县台南市啦在外口这些流浪犬数目是算是比较多一点，不过我们也都随时在掌控这些流浪狗在外面的一个状况，他刚刚所提到的会追车咬人，那这个有公共危险的，我们就一定优先要来做捕捉。你也等以后就不搁下等你遐，因为讲叫讲加。算讲迄较危险性。对，迄带头的、较怕的这吼，较有攻击性的，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是。你也等来，你也等来，无搁绑等的，因为绑等伊嘛是影响，这个公共安全。所以咱咧捕捉的这个当中嘛是有因为伊的，算讲有的人较。像迄个你掠歹人小小，是，这个带头的工作的工家这吼，得优先来做捕捉，阮是个叫做精准捕捉啦，精准捕捉。那当然，比如说这一群里面10几只，这2、3只较歹的这，阮得优先掠等来，得提供到这种牧场或工厂去做工作权，其他要乖乖，伊在底下。在底下让有蝶那个吃，它也不会造成这种社区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社区民众也能够认同说我社区的，因为既然是零扑杀，咱的参加高啊，其实它也是城市的一份子，就和平共存这样子。大概慢慢民众也是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是全国已经是零扑杀、零安乐死了。如果咱厝顶有讲到工作权啊，就是讲。可能民众较少听到这个名词啊，但是咱听到迄个工作权，应该嘛大概了解讲伊的意义啦我知影讲咱台南市对着这个工作权好像就是讲咱这流浪狗你也回来了后，当然啦，咱就是甲饲养嘛但是咱讲有一句话讲。咱比如讲化腐朽为神奇，这流浪狗本来是咱的问题，是困扰咱的问题。可是我们把它升级变成是工作权的时候，它好像变成又很有用了在这方面，咱市政府好像对这流浪犬该训练成工作犬嘛有真好的这个成绩，是不是嘛？请处长跟咱分享一下，好不好？是，其实有这个工作犬的由来了上早的时候是因为讲。其实一般咱收容所一般我会叫做动物之家啦伊的狗的来源其实蛮复杂的有各种乖的也有啦，老的也有啦细只的嘛有啦头先讲的做歹的，伊讲会讲叫讲家，迄嘛是有一般你要伫阮动物之家，这个较歹的狗啊，我们杀出去红认领这个难度很高。对啊，大家嘛惊。大家看我这狗这大只，个这歹这我等以后无所在关，有可能去搞我处理的人所以一直会就被留在收容所，不容易被认养出去。那阮发现这个问题以后，阮想讲总是袂使甲一直伫这个阮收容所内底嘛想办法处理。那我们就想到说，可以来帮伊找头路要帮伊就嘛有迄个104的对，其实我们狗力银行对，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类似这种中介中心啦要来帮伊找头路，你等于讲要帮伊找适合伊的主人啦那我们就是要帮他做一下基本的训练，比如说喂狗啊做歹那就要让他给训练。我们会专业的训犬师、专业兽医师给训练，让稳定性高一点，然后攻击性不要那么的强。为经过训练，伊嘛是足想会要讲一些地域性啦，领域性足强的，侵入伊的地盘嘛，足想要讲家的。像这
阮得特别找适合它的地方去，比如讲啊，咱台南市吼，真侪所在嘛是畜牧业做发达的所在，哦，有这猪场，有这牛场，啊，因得有足需要讲啊，这狗有狗啊来顾因的。哦，因为有咱你猪价好的时阵，咱来偷掠猪仔囝。哦，那适才适用的吼。对对对，啊，就是这样去，啊，主人嘛总可以，啊，我家己领去以后，吼，啊，帮阮顾遮的阮的牧场，吼，还是讲工厂，啊，伊无请保全无遐济，啊，他伊需要较歹的狗啊，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些比较凶的狗，然后把它做一下训练，就让它服从性高一点，然后就去找适合的主人。啊，开一个迄款工课啦，爱去啊，毋是白吃白喝的，啊像我嘛是有一款比较短腿的流浪狗，那我们就去找那个蛋鸡场，蛋鸡场会有老鼠，爱去本来一领两只，啊，连老车了成绩做好，佮尾仔就佮甲阮订，要佮订讲卡底吼，下订单啊，要找人卡底，对对，啊，我们就所以毛因的专业呢，对，啊，所以这个不同的狗，有一些是去顾兰花园，有一些去顾工厂，有一些去顾这个养禽场，那甚至说我们有大概30几只是被咱的派出所认养的，去做所谓的玻璃式犬，因为是的抵咱动物之家这边推出去的工作犬，啊，所以。大概我们是绞尽各种脑汁的，因为整个松所进到松所的狗狗，那我们是希望说它只是一个中途之家，最终嘛现在帮你找到一个新的主人，让它找到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我们就设计的工作犬，把这些比较难推销出去的，把它推销出去。其实现在黄市长他也要求我们，工作犬也要再进化，说你们这样推，应该比如我们一年大概会有800多只的工作犬推出去了，要求讲我爱个加油节，所以在黄市长当市长之后，那我们也想了一个，就是所谓毛小孩职训跟这种媒介中心，就是说好，我们去把这些毛小孩，那依照不同的性格来个这混人啊，聘了更多的训犬师，那我们透过这种我们的传播媒体，尤其是赖的部分，我们就每周之星啦，比如这个礼拜会有这10-20只，用在赖里面，然后发出去。伊就咱一般接到的以后，讲这个狗仔袂歹，小会伊个性，包括它的品种、个性、年纪、性格，都会在那个赖里面。刚刚这只袂歹，然后就约时间到我们动物之家去看。对，所以这样媒合率又更加的提高了。对。所以好多我这一开始我有讲咱市政府是用积极的做法来解决这流浪动物的问题。既然咱无爱扑杀因为这是人道这是讲一种善良的这个启发啦但是当然啦，你无爱去甲伊扑杀迄狗仔愈生愈侪只虽然咱即马嘛是有甲伊节育啦但是要减少的数量，可能就会几率比较低啦但是咱他都听到处长甲咱介绍了后，咱就知影讲哇，市政府是用这种积极的做法，就是互这个狗仔会当适才适所去发挥因的迄个专长像我知影导盲犬就是一种叫做啥拉布拉多狗嘛这个狗仔伫外口咧乱踅流浪的时阵是足够人玩的啦因为你到底会咬人袂咬人拢其次啦可是你看咧狗仔伫咧外口乱踅，你就是会一个警觉心嘛，你就是会惊伊嘛。然后他都咱讲个伊会造成迄环境还是传播疾病嘛，那个是很讨人厌的。但是咱这个动物防疫所加改。抓回来了后，我们好好的给它训练，看这只狗啊，伊有什么专长，伊有什么特长，好好去给它训练。人家它出去的时候就很受欢迎，就摇身一变，就变成说那个麻雀变凤凰一样，本来是都够人玩的，今嘛人伊安尼出去，哇，就好像这个很神奇呢，但是他都咱讲啊，就是讲这流浪犬它既然会变成流浪犬，一定有原因嘛。我们通常咱的了解，可能就是大部分都人弃养，就是人喜欢养。像我儿子我女儿小时候，他常常跟我说，妈妈，我们去买一只什么来养养什么？我跟他说我若饲恁的大汉，我就做狗我饲遐狗我饲遐动物说实在，我们不是不想养，我一想到说我如果不在家，这些狗怎么办其实我们也是负责的态度啦，我们刚欧北七，但是有些人就是他们可能喜欢的时候把它带回来，觉得麻烦可能就其他的因素就来淡掉。那除了这些，还有其他原因吗？大概经营是安怎？请处长简单的详细标准。其实
流浪狗的产生的原因是真多啦，吼，当然咱我们知道的这部分，主持人所讲的，其实就是这所谓的家犬，吼，家犬的弃养，哦，家犬的弃养，就讲有阵时啊，咱要饲狗啊，有阵时兴致一来，讲我要饲狗啊，我就去宠物店买，哦，买等以后，结果小朋友吵着要养，结果拢是变得厝里的大人在照顾在饲的，哦，养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说记得。哇，奇怪，我迄阵你啊，等于像遮细只，那真变个遮大只啊！哇，我都住公寓饲袂落啊！哦，像无多好，个一直咧肥，一直咧肥，吵到左右邻居拢抗议。袂带回来，毋知问题。对，带回来问题一大堆。所以先偷偷甲放掉啊！哦，就家犬的弃养有一些是。一直养到十几岁，狗狗十几岁相当于我们老年人老啊，都一寡毛病毛病去看医生这要几万块，这要几万块，哇，负担不起，没开这个钱，也就把它占出去变成弃养所以弃养是一个会造成流浪狗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行为啦。那另外就是讲。为咱较庄卡所在饲狗啊，拢放伫顶斗安尼尔，伊也无甲绑起来啊。伊个饲的这狗，佫无甲结扎。那伊狗伊就食饭食以后，就去外口乱踅啊。然后要去跟外面的这些流浪狗去交配，又去繁衍，又生一大堆狗啊。所以这个是用大概一种半野放式的家犬啊，因为庄卡所在较侪。这嘛是造成一个原因啊。另外讲，我们不能外口的流浪犬没有结扎，一直就是交配繁衍，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啦。所以大概会有这几种方式变成流浪狗产生的原因。所以我们减少这流浪狗的数量，大概为这几个所在，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个措施来减少这个量。所以伫遮我想处长会语重心长，想要甲一寡民众呼吁一下，就是既然你已经把它带回去了，是不是要好好的把它照顾到它长大？这是最重要的。其实，狗啊，因为上早的时阵是咱咧讲看门狗其实一直进步到说，是咱的宠物甚至伴侣动物。对。甚至到近是把它当成毛小孩，就家里的一份子。其实咱近。我们在最近有去注意到，咱去外口咧踅街啊，看到很多婴儿车，你感觉这是婴儿车？我常常看到。还有双座的婴儿车，结果好可爱一掀起来，里面都是毛小孩。对，都是狗。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事实上养这种毛小孩、养宠物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了。那相对的，我们也要把它真正当成是咱处理的囡仔。所以咱对待囡仔的方式其实最重要。第一个咱真正像咱处理囡仔，咱一出生咱就去给伊办户口登记。其实宠物狗狗也要。今天你不管你是认养的，或者说你去购买的，那第一个你就一定要先办理宠物登记，给他一个身份啊。这嘛是咱政府的一种对，政策，跟也是一种规定，防预防啊。对，就是要让你的狗有一个有植入晶片，然后有一个宠物登记，有身份。未来这只狗判给你。还是你个仪器，对，都可以找到主人。对，所以这个是有规定的，一定要帮他办理宠物登记，也是给他一个身份，像咱囡仔咱买一定给他入户口啊，其他现在健康照护打预防针什么这一些的都来做。所以这就是要甲恁讲，这就是责任啊。对，不可以弃养啦。来的讲，一到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就要去把它做结扎。就像咱人，咱成年以后，咱不想要生小孩，我们就有我们的避孕措施。狗也是一样，狗也是一样。你不让它去繁殖，那你就不要让它去有这一种产生繁衍下一代的机会，那就要去把它做结扎，不然你生出一大堆狗，你无法度饲，你个等你外口又变成流浪狗。上重要就是讲。后壁这边家，你甲饲甲当做厝的人，咱袂甲咱的囡仔还是时段后边带你路边嘛。相对的，这毛小孩，你千万不能去遗弃它。你真正无法度饲的时阵，想办法找这个亲戚朋友，大家跟他接手继续养。要不然真的没办法，就送到动物之家来。千万不能去把它做弃养，因为弃养第一个
你没有爱护这个动物，你嘛是变成你的违反。对对，违反动保法，对，为了弃养现在罚3万块，3到15万，几歹赚哦。对啊，所以一方面造成旅游高的繁衍，一方面从一查掉，直接罚3万块，阮一档大概罚20-30件的弃养。哇，这么多。对，有些是民众检举的，看桥多摆啊，载一只狗啊，去公园遐就给等的，被人家拍下来了，我们去查一查，它真的是弃养，这是做歹的行为啦，对，做歹的行为，所以咱饲毛小孩，其实咱得要好好的仔细评估，你有这条件无，你有这环境无，你才有法度负担以后伊的这一关医疗的费用，想清楚了那你再来去养它。其实民众去阮动物之家要认养流浪狗，我们都会跟他做评估，你适不适合？嘛，跟你讲未来你会开什么钱？不是你要领养，对，嘿，特别大家想清楚，我领以后，一只狗啊，大概活15档左右，你必须能够陪伴它、照顾它15年，那所以。你起高进，你要想清楚。他干嘛宣誓？没宣誓啊，没宣誓啊。但是我们会跟他讲，你会遇到了一个状况，让他自己要有这个责任感。你就把他当小孩子一样，你别讲你当囡仔，因为我被弹出去。先有一个认知啊，对，咱这个动物防疫所嘛，把这那个养宠物的主人先给他一个教育啦。是，有人是兴趣啊。到尾要麻烦单调，对啊，这个问题更大。年轻人年轻的学生刚谈恋爱，哇，好高兴，我们一起去找一只小狗来养，结果分手了就把它丢掉了，这个我们曾经遇到的，这是没有责任的。对，这都是不可取的。既然你要养它，就要照顾它一辈子，不可以弃养。那么我知影咱市政府嘛一直咧宣导的是讲以领养代替购买嘛咱有当时伫我有当时看到动物的迄种宠物店。经过哇，好可爱啊，真的很可爱，可是很贵嘞。可能咱无钱通个买迄较贵啦。但是就是说，其实都是一样动物啦咱家迄个动物防疫所，你想看买因该你也等来了，有时候要帮它训练你叫反正像迄狗啊，我知影迄狗啊足巧诶，你叫伊徛就徛，你叫伊坐就坐然后你还可以把它训练成适才适所。我有看过那种，我曾经在书里面看过，像美国因迄是迄个监狱内底受刑人就是给他们一个工作，可以迄个训练工作权。是。然后还有那个受刑人出来，总要咧做迄个工课咧，就是他的职业就是变成那个职业。他在监狱里面学的训练狗狗如何来教化狗狗的这种专长。对所以咱市政府家最积极啊，我也都有讲，就是讲把咱家的流浪犬给变成工作犬真的是麻雀变凤凰但是都咱来讲啊，就是宣导说跟市民宣导的讲，尽量都用一个领养的方式那么咱处长当然也要跟我们的民众讲一句话。其实这是大概咱目前面对咱国家实施零扑杀一个很重要的，要请我们的民众那些市民朋友大家来倒三缸就是讲其实你要养狗狗或猫咪不一定要到宠物店花钱去买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动物之家，咱台南有万利跟神农两个动物之家大概收容了大概700只的流浪狗猫所以其实因拢足需要有一个家庭所以其实家内底拢是米克斯较济米克斯，所以米克斯就是混种的其实混种的狗或者猫，其实它相对的它有这种杂交优势，它比较聪明，因为我们经验就跟人一样，而且它比较不会有这种品种太过纯化的这遗传性疾病有一些你买特定品种的狗比如说博美狗啦或者马尔济斯这些很纯化的狗，其实它们一直这样交配，有时候会有这种遗传性疾病比较多这种流浪狗的话，大概这种情形会比较少所以我们是非常鼓励我们民众，你除了你里面开检，你可以宠物店去买，你可以到动物之家来认养流浪狗一方面疏解动物之家的压力啦一方面让这些流浪狗有一个新的家其实像我们市长就是我们市长我们黄市长大家可能都知道他认养了黑妞然后还有那个妮妮也都是流浪狗他非常的疼爱狗，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率去认养流浪狗原本在街头流浪的，你把它带回来养，它相对的比一般的狗更忠心它会对你更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经验所以就是也请我们的市民朋友，你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到外面宠物店去买，在我们动物之家，或者说我们会常常有我们的那个豆哥跟凯蒂的认养专车，我们有行动认养专，凯蒂2台认养专车会把狗狗带出去，比如说我们配合大圆百的活动，或者配合家乐福，或者配合全国电子，跟一些农会他们办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这2台认养专车，内底有拎起的，把狗啊、猫啊，载出去，载出去，我们来认领，有一些伊看无介意，这一台10几只伊无介意的，但是伊会知影讲好，我要找狗，我过来那里善化或者湾里动物之家来那边认养，对，所以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这样子的话，其实让这些流浪狗猫有一个家。那一方面，让外靠的流浪狗，我们才有办法再把它收容进来，减少在狗在外面流浪的一个情形。好像说那个咱山上的这个水稻博物馆家公有一家著名的园长，这个园长好像最近蛮红的，他是怎么样红？请处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他也是在水稻博物馆那边的一只在地的流浪狗了，在地的流浪狗。那去那边游玩的旅客，其实也都会特别注意到它。那想说，那在那边也是蛮受欢迎的。那事实上，但台南其实就是一个友善动物的城市。我们不会因为它是流浪狗，就一定要是把它抓走，关起来。其实它在那边不会造成困扰，而且市民朋友、民众也蛮喜欢它。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就是认养起来，然后来作为一个。这一个就是说，他是在那一边的后来命名了嘛，取名叫园长，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但就是很重要的，也呈现说我们台南府城，台南其实是一个友善动物的城市，所以在文化局那边也很积极的，那我们这边就来做协助，办理认养啊，办理宠物登记啦，那现在也在做训练。最后咱处长刚刚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好，最后就是讲，咱请咱市民朋友这边家来给咱斗宣传嘛斗好有几个观念啦其实这嘛是阮黄市长想足重视的，就是讲我们要一个有爱的不管是有爱我们的民众，或者友善我们的毛小孩，其实都是每个市民都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观念。那第一个就是我们饲养宠物。不要去弃养它，真的不要去弃养它。要养之前先想清楚，不要去养它，然后给它好好的照顾。那当你觉得说，你想要养宠物的时候，欢迎大家踊跃到我们动物之家的认养流浪犬。那当然这个是很积极的做法。那另外也不要去伤害动物，因为像我们有一些 TNVR 回治的犬在社区，其实它乖乖的，其实在那边你并不一定要去把它赶它或打它，不要了其实。流浪狗也是城市的一份子啊。有时候我看到电视的画面有的人去虐待动物啊，那给伊教他，那给伊的领地那个真的是很恐怖。对，你可以不一定是喜欢它，但是你不要去欺负它，不要去伤害它。对，因为也是动物。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动物的一种。对，那大家和平共存。那真正会有这些危害公共安全的，我们动保处这边都会积极来做处理。那大家还是要踊跃的来我们动物之家来认养我们流浪狗，或者来当志工，来当志工，这个志工也很重要，对，很重要。来帮忙到宣传，都是一种付出啦。是。你除了讲你给伊认养，这是一种的付出啊。你去做志工，无给伊带回来到厝，但是有时间去给伊照顾，陪他，对，陪他，这个也是会让他更快社会化，让他更稳定，然后更快的被认养出去。所以对狗狗是有帮助的，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帮助的。其实动物呢也是相对啊，你对伊好，伊就对咱好啊。他因为他不知道你对他好还是不好，他当然就是一开始会想要防御你想要被给你攻击嘛。可是你如果跟他慢慢相处了，伊怎样讲？你是善意的，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那种问题出来。谢谢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